紧张，去，你唔知道要讲啥，你接你要创啊？后一句毋是即句，是啦，啊，搁来后一句。很主席。咱今日要来见一个，就是咱已经一直使用伊的物件的一个人，是，咱总算要甲即个见面咯。对啊，这个开发者，对，心情是真紧张。有一种，那像咱伫因兜住真久哩哦。总算要见面。伊提供互咱一个真好的，就是工具啊，咱伊住伫因兜爱用啥，伊拢甲咱找好安尼。对啊，对啊，今日总算要甲即个人见面啊。淡薄紧张。袂要紧啦。不管安怎啦，咱就是好好啊，甲伊感谢就对啦。好。啊嘛，希望讲伊当甲咱分享，甲咱起即间厝的过程。起厝的过程。对，好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第一代课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白边，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过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下一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咱来欢迎今仔日的出名人，欢迎。来，咱来宾先简单对，小介者咁好。大家平安，我叫夏米啊。虾米啊？虾米敢是食的迄虾米？欠芳的啦，我欠芳的。炒高丽菜一定爱用的。对，我嘛感觉我家己来行台语文这条路嘛是来欠芳的，但是我安尼啊，真的就是欠芳确实真要紧的。是，若无迄个，若无你迄个滋味就袂出来，你知无？对。啊，毋过因为这家己头前的意思。对，无啦，毋是头前，就是这语文基本上毋是一个人做会到的，因为语文就是爱大家做伙用，所以我敢来当欠芳呢。要是爱大家做伙来用才有路。所以你当初是号这个名，就是有这个意思。嘛无啦。我都认真在想讲，哇，无啦，爱解释起来，我感觉袂歹啦。考虑真济啊！我想讲，连号这个片名拢遮尔有学问，安尼我想一下，讲我这个乌边的这个乌是安怎来的？乌索索的乌。结果见搞讲无啦，我问的安尼。我本名是叫嘉明啦。我是其实我迄下拢是菜市仔名，所以世界拢有这名。我姓吴啦。我主要即马专职咧做台语文的工课。对，伊足重要的哦。阮两个虽然无见过面，但是伊伫咧我的人生当中，互我真侪帮助。伫真侪人，伫真侪人咧学台语的路，我感觉是明灯。对，甲咱帮助真侪。对，大声讲出你是咧做啥物？即马主要咧做的迄个介绍，就是叫做台文假诗面啦。假诗面，假诗当然就是咱台语讲的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讲工区啦。对啊，所以这假诗面主要就是咧发展咱学习台语文最要紧的假诗。因为其实你若要学台语文，咱知一款语文就是爱听讲、读写拢爱嘛。对。你若听甲讲，就是你可能袂晓讲的台语，你可能你若毋是共问，就是你爱去编资料嘛。通常学语言上要紧，就是你一定爱看一本书典。对，所以这是真要紧。甲伊若是读甲写，就是有文章通读，就是爱有人写嘛。所以你写嘛是真要紧。即马你若要写字，基本上大家拢是电脑、手机啊，所以就是数字化，这是真要紧。所以我就是先做这两项。当然我其实我家己想要做的是佫较济，毋过目前看来就是先做这两项。我拢先经较要紧的就先做安尼。好，咱后壁题目毋通讲输的。咱现在问看讲，回答吧。对，咱现在问看讲，虾米你倒位人？我打高人。打高人，打高哦！哇哦，敢是自细汉就有咧讲台语？我确实厝里拢讲台语，毋过即马咱所讲的有咧讲台语，就是所济无法度讲的，口语安尼尔。就是日常生活有用到的遐话语会讲到，就是食饱未啊，是讲偌济钱，类似迄款的啦，拢是生活用语，较无法度用来讲真济代志。所以其实阮厝邻父母嘛差不多安尼，就是拢透南咧讲啦。所以是有一寡基础，毋过我感觉要是无介好。我较早要像我即马有法度1分钟讲台语是无法度的。好，安尼你头拄有讲你有咧做这个假诗阿句。开发这个 app， 你就想等几年，所以想要知影，就是你本身是读什么科系？我其实本身就是这个背景，就是即马讲的叫做资讯工程系啦。当然资讯工程系其实内底足快的啦，就是有逐款领域拢有。
其实软体即块台湾遮是较弱，技术也是讲市场，我感觉无其他的所在较好。特别是我迄当阵读册的时阵，其实台湾是万人差不多20-30栋啊。迄当阵其实我学校的教授基本上无啥人咧教软体啦，嘿，拢是教硬体，因为大家知影拢是去台积电，对，上班迄头路真正嘿真好，嘿。我嘛想要去，毋过我家己对硬体较无趣味，我对软体真有兴趣。所以我就是去读这课。有一个人嘛，甲我真相像，就是迄个台中教育大学的杨文英教授。伊是读台大资讯工程系，伊当阵就伫学校创台语社，佮有做学生的台语组织，就真趣味的。所以其实行这条路嘛，无得较讲拢得语文背景的人。对，啊，毋是，我是想要问讲，你看，你原本是读这个资讯工程系，啥物机缘，互你就是开始想讲，我要来开发台文这条。故事真长啊，故事真长。我拢会讲啊，我是互雷公讲着啦。因为家己较快。我是2016年去学台语文啦。对。毋过因为我啥会去学，其实是因为阮牵手啦。因为阮牵手是香港人。伊就来打到甲我做伙住。对。所以生活环境我嘛甲爸母做伙住，所以基本上生活环境是讲出去买物件，是讲坐菜市啊啥货，就是你一定会听到台语。因为基本上伊原本迄个中国话就已经真够讲啊，所以伊其他的语言无啥物问题。毋过台语对来讲就是完全听无的啦，简单讲就是听无。所以当阵伊就逐不时甲我问讲，甲我考试啦，甲我考讲迄是啥，迄是啥，台语要安怎讲？因为伊讲的迄个香港话，伊逐款拢会晓讲啊。问题我拢袂晓讲，所以我就无一定大家拢会晓，所以我就互考倒啊。所以考倒的时阵，我当阵就因为伊问我一个事，毋过有个事我会晓讲，我会甲讲。毋过我咧甲讲的时阵，我家己会晓讲，甲要讲互人知影要安怎讲，其实迄是两种代志啊，天差地，就是我就一直咧想讲我迄个声音到底喙型是啥物款喙有合起无？声音是悬还是低？我家己讲袂出来。对，因为你解说互人知影是，你就讲我哪会讲袂出来？你比方说你讲，你会感觉足简单。对，佮有迄歌啊，有当时迄个歌你要甲我讲，阮迄中华，阮亲戚有一个是5箍，后边5箍少啊，毋是5。你甲伊讲伊听无，伊的字也是讲伊的嘴边啊发咯。真正你若无学过，其实你完全无概念，你嘛毋知要怎解说啦。对，你就是一个足大问号，就头内底。我叫伊看我的嘴，伊嘛看无。对，迄看无，迄真正看无。迄当初我嘛毋知影为虾米台文，有虾米遐虾米字母啥，我拢毋知。是因为是逐工搞考试，尾去我想安尼袂当。安尼我想无，我家己嘛爱去学。就是迄个时阵进前，其实我伫头壳内底从来无有即个想法，就是讲我需要学台语。莫讲台文啊，台文基本上就是毋知影有。就从来无想过说讲需要学台语。伊当时我是差不多半当的伫网络网找啦，上地时阵网找遮看倒位有咧教台语安尼。尾去是拄好去一个社区大学拄好有咧教。去学才知影讲，哇，太有台文。自然就学我嘛无感觉有啥货，因为我感觉迄个物件就是需要，因为我本来就是知影讲，我一定爱学迄，我才有法度知影迄个发音到底是啥款。所以我当阵就做接受嘛，无啥物犹豫。而且我感觉是上大的迄个雷公讲上大啦，就是爱情的力量啦。嘛是啊，有个就是迄个台文，就是这三代志，其实是对我来讲是我感觉我想象袂到啦，就是讲太有百几档的遐个文献，是我会有法度去读的，煞我到呾拢毋知影。这三代志其实对我来讲，我是感觉迄个雷公讲上大啦，应该是这三代志。所以尾手我就调咧啊。就想要去知影讲，这到底是啥？内底到底写啥货？所以我就去读这个物件。因为咧，家己咧学的过程，就是我就需要一寡假诗，所以其实我做的物件，就是完全是我家己需要。当然就是我嘛感觉真欠，就是大家要用的时候真欠。因为我本身就是开发软体背景的，就是我真正伫其实
公司食头路，还是讲尾手佫有出来甲人做创业。其实我拢是咧做软体产品的。当初是我想要写软体，嘛是因为我感觉软体会当家己用，嘛会当大家用，就是会当帮助大家。我家己嘛会当解决我的问题。你要分享伊爱情的结果，互咱知。我以后要用找台语的时阵，我毋知影，我要用什么心情去看待。对，我想着下面的某。所以台湾加西米这个名就是安尼来的。名是我家己想的啦，我就想讲都爱加西嘛，因为我家己是较使食啦，就是拢想着食。我嘛感觉趣味啦，就是因为我感觉现代人你要互因学食的物件，就是你爱有一个较趣味的物，莫讲古早迄种死定定的，就是用较好一个迄种较传统的啦。我感觉即摆时代就是爱较趣味、较新鲜，所以就想讲就加西会讲加西面安尼。因为像我较早嘛，我真爱食迄种蚵仔面啦。就是有一个迄个两个花线两徛安尼，中央放一个蚵仔迄迄款的蚵仔面，我叫迄种第薏米。有薏米啦，嘛有加西面啦，会当金米啦。对，拢有。所以这个图文设计感嘛是你家己做的。当然，就是迄个想法是我想的，佮就是拄则讲迄个蚵仔面的迄个型。我就叫阮看手画。规集都爱情用啊，听众朋友。爱情的结果，听众朋友，咱以后咱爱用安尼迄个找台语的网页，甲我改一个色水就好，甲我改做迄个粉红色的。你来改青青。后摆有机会。你改粉红色，阮才会当感受着你爱情的结果。我以后你看迄个台湾其实面的时阵。哇，这就是因为因两个爱情，过来就是牵手甲伊画出来，安尼，这就是因爱情的模样啊！真的吼，无问拢毋知呢，问袂了，我目睭。其实我感觉阮牵手是因为，就是像我讲的，像你讲着，就是因为伊毋是台湾人。对，台湾人其实对家己的语言文化无自信、无了解。对，通常我尾手熟识真侪朋友，拢是去海外了，才去思考讲，我家己是讲什么话，对，我是什么人，才去思考这个问题啦。我嘛是因为安尼才去思考，我的话应该安怎讲，我才有这个想法讲要去学。因为我当阵2016年，其实社会上完全袂有这个想法就对啊。你头壳内底将来袂有这个想法就对啊。对，所以我是感觉我算好运啊。好运啊！你某嘛真好运，我要来搞一个，创啥你是咧？好，安尼头拄仔已经讲，就是即个书店的开发，还有 App 的开发，应该嘛讲啊吼。对，伊讲伊就是因为伊家己想要用，所以伊要用这个拍字。对，所以这两项都是需要真济资料来做整合。想要问讲，就是初期敢是资本都有数位化？这个问题原来真大，因为其实我即摆嘛是一直咧处理这部分。对，就是讲我2016年学嘛，我其实年底就是我才学半冬啊。对，我当阵就想要家己逐工我都拍字，所以当阵要拍字的时阵，我就有拄到一个足大问题，因为我本身手机上 Android 啦，当阵其实嘛有人开发数字化，像碰过的是迄个罗汉卡嘛，毋过伊无 Android，再就是 Android， 其实当阵有人开发，毋过迄个人毋是台湾人，是一个法国人，叫做阿少，伊有来台湾做迄个博士后的研究啦，所以嘛开发迄个手机的数字化，毋过伊咧开发的迄个路用就是有一寡设定可能无介好势，所以我若要真正拍几句话。我会有一寡所在无法度拍甲真好势，所以我买手的，我变做讲我若真正要拍几句话，我就爱搁切去其他的数字化用另外的方式甲伊斗起来，安尼就对。所以我感觉做废气啊，所以我想讲，好啦，无规气，我本正就是会晓。我专业。开发手机 App， 毋过迄差足济，就是手机 App 基本上一般大部分的技术，可能我之前有捌做过，毋过要做数字化这个物件，其实全世界会晓做数字化的人其实足少。
因为嘛听起来就无真济。对啊，所以其实内底遐技术，其实我嘛无真了解，我就是想讲啊，无我就来试看卖。所以头就说咧，我想我家己土想的，肯帮了肯为这行菜单改做了啊。啊，就家己用土想的，就去做就对啊，回去就做啊。所以是2017年，迄当阵有做出来，就用一寡基本的语术。毋过做落去了，就有发现一寡问题，就是因为其实数据化要好用，有头一坎，就是你的思考的语数爱有够济，啊无其实真歹拍，因为你数无够，你要拍的时候，你会定定找无数，所以其实思考的量就爱有够野。过来就是买手，因为毋若干那做数字化的，我买手用书店嘛有抵甲到这个问题，就是因为迄当阵我若要编一个数，因为我要拍字，我就拄着讲，我拍这个数，我到底对啊毋对？思考佫无够，我就需要去编较侪资料，较知影讲我这个数到底有正确无？所以当阵无找台语嘛，就是我当阵就可能线顶有一寡书店啊，像迄个信望爱有迄个台语大书店、港书店，嘛有民间嘛有做迄个 Marino 的台英甲英台的书店，因为早前都有公开这个资料。过来就是教育部的书店，过来其他就是纸本的。就是纸册，遐书店就是逐本我其实嘛拢有去买，就是基本上市面上的书店我拢有买，我敢若无买字典，因为迄是个另外一个问题。回嚟就是遮个物件，我拢有问题是，我若要编一个书，台语书店即摆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书量无够，这是一个。过来第二项是内底书的迄个解说无够幼路，还是讲例无够济，所以其实你有一个书袂晓，你要去编一个资料来看，其实拢无够野。你无法度讲，我干那看一个资料都有够。而且可能就拄则讲的数的量可能嘛无够，所以有可能这有收，迄个无收。所以我买手就是我真正要学，我就是全部拢爱编一摆。所以就是所有的网站我拢去拍一摆，佫有手头有的册，全部拢去编一摆。所以我若干那要编一个数，上紧嘛爱10几分钟。迄是足忝的代志。我家己会感觉讲。这件代志要安怎学台语？我家要编一个数，我就爱上紧嘛爱10几分钟。过来因为迄当阵我嘛有想要互佫较侪人来学，所以我嘛一直想讲，若要安尼，就算我家己有才调安尼做，别人敢有可能安尼做？伊动机可能嘛无遐强，所以我买手就想讲，我可能需要。有一个技师会当甲所有的资料扣做伙，这是头一步。过来就是讲资料现有的有的会当扣做伙了外，就是佫爱其他的物件爱佫收集，就是爱佫增加。所以后壁遮的资料就是爱佫豆豆扣，过来现有的佫爱校对。有的爱佫豆豆增加，所以就是一直佫咧做数位化代志。所以其实看会到的是讲有数字化通好用，有书店通好编。其实后壁要做的代志是佫较济，就是整理资料其实是足复杂。听你安尼讲，真正就开时间咧。想要问讲，为一开始到今嘛，你开偌久的时间啊？我就是2016年吼。其实我2016年底就已经在想数字化要安怎做我是2017年，就是差不多3-4个月后，我就公开，就是这互人用。有一个公开版本互人用。书店是到2018年，因为这件代志原来真复杂，就是伊需要做的是佫较大啦。过来就是讲，我当阵网站这个技术。对我来讲，这是另外一个领域的物件，因为网站软体开发甲手机是完全无共。我是主要拢做手机所以当阵我就咧想办法，看敢有法度总钱总资源。所以当阵我有去参加迄个G0V，就是临时政府，因为有一寡，因为主要就是咧杀迄种英语叫做 open source， 就是开放原始码迄个技术的对啊。因 G0V 的概念嘛是要望民间有用一寡技术，还是讲有一寡手路去解决现初时社会拄着一寡问题。迄几档拄好有迄个算做有赚着钱，会当去赞助一寡企业的对啊。我嘛真好运，就是去面试，迄嘛是爱面试，爱个就是通过审查共款。了解。买手有好运，有得到迄个钱银的帮赞的对，迄当中有摕到50万。就去做书店数位化，佫开发网站。
嘿，所以迄有专工请人来做，嘿，啊，尾手因做了结束了，我才家己接手落去豆豆去改安尼，嘿，啊，网站软体遐物件嘛，技术嘛是搁尾手搁豆豆学，嘿，所以后壁其实要做的代志。嘛是真济，真济，嘿，啊，所以上无就是进前迄个2017年、2018年，啊，2018年佫有做同歌版的迄个数字化，就是拍台语的数字化，嘿，啊，所以尾手有这基础了，就是为这基础去豆豆发展，啊，其实是一直到2020年是迄个台湾家是咪即个无主的计划才正式上线，啊，其实进前我拢是完全靠家己。用工的时间咧做这个代志，就是我其实完全无啥物资源啦。哇！嘿，啊，所以因为迄当阵我其实佫有咧做工课。进前我迄当阵嘛毋是正式咧食头路，其实当阵其实咧甲一寡朋友咧做伙咧创业啦。啊，所以其实我当阵嘛无收入，嘿，等到佫爱投资就对啊，嘿，啊，所以啊佫有。剩的时间，我想讲来做遮个工课，做看卖啦，就看会当做到什么程度。还是尾手感觉讲，因为我做遮物件，其实拢是迄个开放原始码，就是你若有能力的人，其实拢会当做伙来斗相共，因为迄就是迄个开放的迄个精神，就是安尼。啊，问题就是有想要投入即地的人，基本上是找无。啊，所以我尾手想的讲，我就要做决定的讲，我安尼我是要继续做，还是？我就莫做，我个倒去食头路，因为我嘛无趁钱啊，我无收入，所以即阵代志我嘛想真久，啊，尾手想讲，好啦，无就头都拢洗了呀，就餐黑米欠胖啊，嘿啊，就想讲好啦，无就做看卖，所以尾手才想讲啊，无来发起即个台湾家是咪即个计划，就是来募资就对啊，对。社会大众无资，嘿啊，所以目前即摆到达所有遮物件拢是免费互大家用，啊，毋过就是有一个基本的钱银通好，互我度生活安尼，对，就是嘿。好啊，这数位化听起来真困难，敢有可能有遐多简单甲阮就是介绍一下这个数位化的流程？譬如讲，我本来你讲的嘛，书底嘛，敢是爱先扫描，还是讲爱先拍资料，是啥物？当然，其实这真复杂啦，就是内底比如讲。有啥物资料，我会去找，我会去整理。嘿，啊，再来就是讲，遮个资料我敢会当用。这嘛有就是授权的问题。啊，再来就是讲，遮个资料若会当用，我要安怎用？啊，有一寡资料，比如讲是可能纸册印出来，啊，有一寡资料是可能进前先摆有扫描的，还是讲有一寡资料是已经数位化的。可能伊当阵嘛有公开出来，啊，所以遮个物件变做你爱坐去看讲遮个资料到底要安怎用，啊，我敢会当用，啊，我摕来了，若准讲已经有数位化的，我可能还搁去看内底资料格式到底啥款，因为其实古早的格式其实逐款人咧处理的，迄个可能 Unicode 的问题，就是古早迄个调和啥货，迄拢是 Unicode 较歹处理，啊，古早 Unicode 嘛无遐完整，所以早前的资料可能文字的格式啊，还是讲符合的格式。转做数位化了，迄格式可能嘛爱搁处理，所以内底嘛有搁处理这个代志。嘿，啊，再就是讲有一寡格式爱搁标准化，嘿，等这个资料，嘿，所以就准讲有数位化物件，也是爱搁处理。啊，遐资料其实内底嘛有一寡可能有问题的所在，所以其实搁有全部搁校对、定校对过。嘿，啊，这是上理想，就是已经有这数位化资料。啊，其他的就变做讲，比如讲我有遐资料，比如讲可能是已经扫描的，啊，遐我就是爱搁拍字。一页一页安尼去拍字，所以你会当想象迄工其实无遐简单啦。对啊，就是你全部物件爱搁一个拍字，过来就是若无扫描，就是我搁爱去处理迄个，可能爱看迄纸册还是安怎样，再搁去看要甲扫起来，还是讲请人直接看迄本册来拍字等等啊，就是安尼。毋过基本上即摆拢是问讲迄个。若有法度放去线顶的，就是线顶就会当看到扫描的资料，安尼伊看所有的资料嘛，会当去对应原册。嘿，因为内底佫有一寡资料可能原册写的即块有定档啦，所以我其实有法度调整，也是讲去真确定，迄就是毋变，我其实会做小可修改。啊，毋过你讲改要是爱互尊重原册，伊到底原册安怎写，所以我基本上就是问讲，那你若有需要嘛，会使去对应。原册扫描的部分，对应原册资料，安尼就是会当搁较完整。所以后壁其实要数位化这个过程其实真复杂。啊，再来我咧做的时候，我有考虑到讲，这个资料其实有真侪是已经有人出版的，啊，这有出版的资料，伊是有咧卖嘛。啊，毋过这个资料版权呐。嘿，啊，这个资料我嘛毋是讲我要共摕来的全部拢摕来。
用，因为人是做辛苦，因为我知影人咧写书典的，我问过一寡书典作者，因拢上无20-30档起跳咧编一本书典，所以其实迄是做无简单的代志。嘿所以我嘛无可能讲我着要硬讲套遐资料，着讲你拢互我免费放去网络顶管，这我嘛感觉这是无健康的，因为这对规个产业要发展嘛是无健康的，所以我着想有一个法度，就是我着甲伊的书典的资料的索引。就是伊，比如讲，伊可能，比如讲是像我今年有做迄个中大字书典，体制中大字书典，伊就是用中文词去找台语词，我就甲中文词做索引，甲伊全部放去你找台语顶管，内底你若找着这个词，伊袂甲你讲台语到底安怎讲，因为你若要知影，你就是爱去看册，你爱去买书典，你才知影。毋过你有这个资料，你就知影讲。这本册内底有收这个词，你就知影讲，我会当去找这本书典内底有这个资料，去参考讲我台语要安怎讲。再来就是讲，你若有买册的人，你就毋免特别是爱去拼，因为其实找台语你去找了，伊就会甲你讲，这个书典这本书典内底有收这个词伫第几啊，你就会当直接去选。若无你嘛毋免去选啊，就是安尼做简单。所以这件代志就省诚济工，而且嘛会鼓舞人去买册。去买这个书典，是买相关的资料。这内底嘛，毋若是书典尔，就是即马我家己咧用书典嘛，感觉书典的量也无够，所以讲即马有超过90万点，毋过也是无够。所以我即马嘛有捡一寡其他的文献资料，是讲人的文学作品，像即马线顶其实嘛有收迄个一寡白话字小说的作品，还有像单名人的作品，遐文学作品的内底可能有一寡一般人较袂晓的遐词，甲捡入去内底，安尼人若编着这个词，伊就知影讲，倒一本册内底有人写过文章内底，啊，是讲小说内底有用到这个词，安尼伊就会当去编迄个册。编迄个册有啥物好处？就是书典其实有一件代志无够，就是讲你若毋知影迄个词，其实你敢若看解说，你嘛毋知迄到底是啥意思。对，你无迄个前后句啊是啥物，其实你无法度入去迄个情景内底。对，我定定会甲学生讲一个例，就是检菜甲野菇干。这我想应该真侪人拢无听过啦。检菜甲野菇干伊的意思，其实拢接近可能这个意思啦。毋过迄个检菜你若干若看伊的意思是可能，你完全毋知要安怎用。所以你若文献通去对应，就会当看到迄个文章内底，这个词我是啥物状况咧讲的，安怎用？我就知影讲即句话要安怎讲。你若去看文献一寡相关的文章的资料，你就发现讲，这个句是安怎用？比如讲下晡可能会落雨，即句话你若用拄则迄两个词，你就会当讲检菜下晡会落雨，野菇干。伊这个词你就知影讲，这个词检菜拢通常拢放伫句头，野菇干拢放伫句尾。这就是甲语词的句法、语法迄有较相关。这拢是书典内底你学袂到的。书典内底可能加有一寡简单的例词例句，迄也是无够易啊。所以我感觉讲相关的资料就是爱个加一寡补充。所以像我即马迄个找台语书典，其实顶管有一个 plus， 上尾有一个 plus。这等先莫讲，这咱可能后一集。我想要问一个问题，你拄则讲迄个你申请的经费敢若安尼？我真听起来，我感觉迄是超过这个钱呢，这个工安尼，这济安尼。其实真侪人甲我讲，恁团队做了偌好，拄偌好，啥货？像昨才有一个问我数字化的问题，伊会讲。你这数字化恁团队真正就是用足侪精神开发。我就讲无，我歹势，我讲我一个人，无团队干啊，我一个。就是目前基本上大部分拢我一个人做，可能有一寡有几算兼的，就是来斗相共，就是数位化拍字安尼啦。所以目前较固定就是，我毋若爱整理资料、找资料，佮处理一寡收款问题。我该做软体，软体佫是大种平台拢爱做，所以像网站我嘛爱做。手机佫有Android 甲苹果迄个无共。像即马嘛有真侪人需要迄个电脑的数字化，数字化比如讲 Mac 的甲 Windows 的佫无共。其实迄拢全部爱佫定做，所以其实遮要做的代志真正足济。我嘛有诶时阵甲歹势讲，我都无法度，我都无钱，我开来干来当先做到遮。我想就想要熟悉音刊呢。是啊啦，那有他都熟悉这厉害的人而且佮做这些代志，一个月我都安尼甲你支持。对啊，对无？
感谢爱情的力量啊！哎呀，我真好，听众朋友，咱今仔日即个物件，咱先讲到遮，咱后一集还有足精彩的部分，找台语即个书店的秘密，咱肯定后一集。听众朋友讲，虾米拄来的时阵，伊甲我讲，歹势啦，我是一个较避暑、讲话无遐趣味的人。啊，伊讲的就是啥物来软软。我本来想讲，系啊，我讲好啦，买啦，你莫无甲我应就好啊。结果买啊，你真趣味。对，是我真看你拢规拢是粉红啊色的，好，安尼咱一集先到这，后一集还有啥物精彩的故事，就互咱继续收听。听你个听落去，即个人的喙拢安怎？好，来收尾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，出名人，请就问，来，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